國家點解一定要搞一個大灣區呢？一方面係為咗打經濟啦，另一方面係要證明制度嘅優越性。仲有一個關鍵點就係要探索人類嘅城市管理同埋公共管理嘅天花板。大灣區真正強大係咩啊？就係極高嘅城市運行效率同埋呢個產業分工。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啦，新款嘅蘋果手錶聽日就要上市啦。深圳啊，當晚就可以攞到樣板開模。東莞嘅一間工廠咧，連夜就可以組裝生產。聽日早上各種嘅299蚊嘅高仿蘋果手錶咧，就會喺華強北檔口度出現啦，就係咁高效。嗱，經濟學裏邊咧有一個基本原理，經濟嘅持續增長必須要依靠效率嘅不斷提升，齋有投入嘅增加，冇效率嘅增長咧係冇可能持續嘅。嗱，成渝經濟圈就係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啦。即使咧國家俾咗成渝經濟圈天量嘅移動支付，仲有大量嘅稅收減免，但係你有冇發現咧？成都同埋重慶啊，依然係留唔到頂級嘅人才嘅。咁啊，為咗將效率咧做到極致，大灣區正在慢慢咁收縮，成為一個市。尤其是廣佛深莞，幾乎已經同城化啦。嗱，你哋可以睇一下呢4個城市嘅夜間嘅燈光圖。佛山同廣州幾乎已經冇交界啦，深圳同東莞之間咧都唔存在交界，唯有東莞嘅北面同埋廣州嘅南面燈光嘅密度咧仲係唔夠大嘅。而咁樣做嘅目的係咩啊？就係為咗提升呢個生產效率，用最低嘅成本嚟獲取最大嘅效益，避免呢個資源浪費。如果一個地區唔重視效率，咁呢個地區嘅產業、資本同埋人才外流嘅情況咧就會非常之明顯，經濟嘅可持續並且增長咧亦都好難。大灣區啊，想要成為世界第一大灣區，要向外求，同時亦都要向內求。內求其中有一項咧就係管理經驗，直線距離100公里聚集咗有4個人口超過1000萬級別嘅城市：廣州、佛山、深圳、東莞。全世界都冇咁樣嘅先例，呢個唔單止係改革開放嘅奇蹟，亦都係人類歷史上嘅發展奇蹟。幾千萬人口聚集喺一個地方，最大好處咧就係可以將效率拉到極致，但係對城市嘅管理同埋公共管理咧都提出咗極高嘅要求。嗱，長三角已經有咗超大城市啦，上海平均每一日咧有3000萬人，節假日嘅時候最多可以去到3500萬人。中國已經有咗管理3000萬人口嘅城市嘅經驗啦，但係目前為止仲未有管理過8000萬到1億人口嘅經驗，全世界都冇可以借鑑嘅經驗。一旦呢一條路行通咗啊，人類嘅公共文明咧必然會上到一個新嘅台階。大灣區有建設成為世界之最嘅雄心，絕對係一件極具挑戰嘅事情。呢個勢必要付出幾倍於其他政府嘅努力，要做出更加科學、更加人性化、更加高效嘅管理手段。如果有一日佢真係實現咗，咁粵港澳大灣區咧就成為咗全球嘅第一大灣區。到嗰陣時咧，佢將會係全世界嘅焦點。